BA. 点5疫情愈来愈严重，台大公幼系教授陈秀熙分析讲，未来每一天确诊的人数差不多是4万到5万人。因为目前国内医院有320万人，也未做完2剂基础剂。烦恼讲，伫疫情这严重的情形之下，有可能造成每礼拜有125个人的死亡。呼吁民众赶紧去注射。明仔载将有80万剂次世代疫苗会到咱台湾，虽然讲作为追加剂，伊毋过嘛是有可能会使提高民众注射意愿。14号本土病例增加到5万例，创下这波BA. 点5疫情以来新高。台大公卫教授陈秀熙分析，目前国内320万人也未做完2剂基础剂，烦恼未来伫疫情高峰，估算逐礼拜恐惊有125个人死亡。台湾目前现在正在流行这样的BA. 点5，那这些确诊个案大概每天我们大概预估都会在4万到5万之间飘荡。过去两剂基础剂都没有打的这些疫苗，这些人当你感染BA. 点5之后，那么特别容易产生重症应该要赶快施打疫苗。指挥中心嘛宣布，第一波80万剂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嘛，就是 BA. 点1相继疫苗，上紧明仔载就会到台湾，估算上紧后礼拜6礼拜就会当做。只是进前疫情较回到9月14，第4剂注射率干那10.1%，次世代疫苗可能增加注射率。所以这些族群如果可以打新世代疫苗，会非常有效的预防重症至少都可以达到80%。如果要打新世代疫苗，要赶紧把基础疫苗打完，因为我们的新世代疫苗是没有办法拿来做基础剂的这样的一个施打的。所以对于2剂没有打基础剂的人，它其实还是非常重要。在便利超商啦、药局啦，或者说一些可以在把疫苗站改成得来速，那车窗摇下来，然后呢手臂一伸出来就直接给他打了。为了减少死亡率，医生呼吁高风险族群要甲疫苗做好好势，而且做好长照安养机构住民等等脆弱族群的监控措施，避免为着病毒了后重症死亡。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